日本人使館外播館長罵習錄音，中共特工拙劣英語被拆穿。日本怒揭中共官員雙手插褲袋做樣拍攝，此版名夫話令舌劍禁足係最好嘅羞辱。兒科醫生月薪跌到3000，下班送外賣補貼家用。日本秋田被熊攻陷，居民話比新冠更可怕。觀眾朋友大家好，下面係詳細內容。中日關係近日持續緊張，一名日本網友18號突然喺中國駐日大使館門口用音響大聲播放台灣網絡紅人館長陳之漢之前怒罵習近平嘅錄音。呢個影片披露之後，立即被大量轉發，社交平台一片笑聲。網友話呢個係以毒攻毒嘅方法，背後肯定有台灣軍師。據台灣媒體華視報導，呢名日本網友喺 X 平台發表嘅呢段影片，除咗播放館長之前辱罵習近平之外，甚至仲有辱罵彭麗媛嘅錄音。佢仲喺貼文中同時用繁體同簡體字諷刺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前為中館長陳之漢錄音放送，舔共館長陳之漢錄音放送，明顯係諷刺中共。呢段貼文一出，網友馬上笑到肚痛留言。冇諗到館長嘅錄音亦能叫錄音，連日本人都知道呢個橋段。習近平龍顏擺喺邊啊？真係好好笑啊！日本人聽唔明，但裡面嘅中國人一定聽得明。有網友懷疑呢個係台灣人喺日本做㗎，因為日本人唔知道陳之漢講過呢啲説話。不過呢位網友喺 X 上自我介紹話，自己嚟自日本川越市，母語係中文，不過帶日本口音，自稱係知中派、親台派，仲強調我唔係台灣人。仲有網友透露，佢媽媽係中國人，爸爸係日本人，從小喺中國讀書，後嚟上高中返日本。2020年新冠肺炎發生之後，開始強烈反共，多次同中國網友嗌交，甚至到中國駐日大使館倒掛5星期，播放令中國網友嬲到爆炸嘅內容。因為咁，經常被懷疑扮台灣人。而就喺同一日，英國亦爆出另一件中共嘅醜事。綜合海外媒體報導，11月18號，英國情報機構軍情5處向議員發出一項最新警告：2名中共女特工正喺度積極招募政府人員，試圖套取英國內部嘅機密資訊。令人啼笑皆非嘅係，呢2個人喺領英上出嘅招聘啟事語法非常拙劣，係典型嘅中式英文。英國人好容易就識破啦。英國保守黨議員奧布萊恩嘅研究員韋爾班德喺接受 BBC 採訪時詼諧咁表示，如果佢嘅英文寫得好啲，就會更可信，咁就會有可能以為係真㗎啦。外界注意到喺一則疑似中共間諜發出嘅招聘信息入邊，本來只想寫一句好簡單嘅説話，呢個係一間全球知名嘅基金公司。短短嘅一句就犯咗好幾處致命錯誤。第一句全球知名被直接翻譯成 global well known， 典型嘅中式英文，識英文嘅人絕對唔會咁樣寫。第二，本來可能係想表達基金公司或基金協會，就寫成一間基金協會們，前面用細楷 A， 後邊就用咗複數 associations， 完全唔可能同時出現。所以整句話讀起嚟就好似中國式騙術英文，通常只有詐騙集團、假獵頭、廉價外判先至會寫出呢啲句子。網友直言：拜託，起碼英文學好啲先去英國做間諜啦。好消息，寶氣18味今日正式喺北美地區上市開售，即日起可透過健康520官網購買。最近天氣轉涼，你有冇同樣感覺？早上比較難起身，日頭容易覺得冇精神，夜晚又瞓得唔好。喺中醫理論，經常用氣血嚟形容整體嘅精神同體力狀態。健康520嘅寶氣18味係參考中醫
君臣佐使概念，精選18味草本成分，調成適合現代人嘅日常保健配方，用嚟支持日常活力同整體健康狀態。有使用者回饋，配搭規律作息同均衡飲食，連續補充一段時間之後，覺得日頭精神比較穩定，比較冇咁容易攰，手腳亦冇咁凍，晚上更容易放鬆入睡。實際感受因人而異。喺忙住關心天下大事之前，亦唔好忘記先照顧好自己嘅狀態。想替身體補一啲換季元氣，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網站了解一下成分，為自己揾個合適嘅日常保健方式啊！喺呢度，子珊提醒一下大家，呢個產品為膳食補充劑，主要用於日常保健，唔能夠取代醫生診治。如果有不適，請先諮詢醫生。喺18號，日本外務省嘅金井正章喺北京同中方司長劉敬松討論台灣有事議題。不過會後兩人走出大門嘅畫面喺日本引起好大爭議。日本政府隔日立即向中方提出抗議，認為媒體拍攝安排未事先協調。更有日本媒體人懷疑呢段畫面係中共精心拍攝嘅宣傳動作。據中央社報導，央視播出嘅影片中，兩人走出大門嘅時候，劉敬松面色嚴肅，雙手插喺褲袋裏邊，對金井講話。金井就側頭聽翻譯，令整個畫面呈現中方壓住日方嘅姿態。呢一幕隨即喺日本引起強烈反彈。日本富士新聞網 FNN 報導，日本官房長官木原稔喺19號嘅記者會上表示，中方喺媒體拍攝安排上冇同日方進行任何事先協調，日方已正式向中方提出交涉。木原仲表示，雖然日本政府唔會逐一評論媒體畫面，不過佢強調日方立場明確，中方最近發出嘅赴日旅遊警告並唔客觀，日本治安並冇惡化。金井喺會中亦向中方提出抗議，並要求中方盡快修正相關做法。對於中國駐大阪總領事涉劍之前嘅不當言論，木原再次強調日方已提出強烈抗議，並要求中方立即採取措施。無黨籍眾議員松原人喺 X 平台批評呢個再次顯示共產中國嘅粗暴同傲慢，令人對北京政權嘅權威作風更加反感。靜岡大學教授楊海英則指出，呢一種畫面可以令中國國內民眾產生大國姿態嘅滿足感，但係咁樣亦只會令全世界更厭惡。而日本經濟新聞美洲總局局長大月康陽進一步分析，劉敬松呢種姿態係經過精心計算嘅無禮。佢話，就算係中共內部官場，亦唔會容許官員以呢一種方式出現喺鏡頭前。因為咁好可能係為國內宣傳需要而刻意做樣拍攝嘅。中共駐大阪總領事事件日前喺 X 平台上發表，要將日本首相斬頭嘅暴力侮辱性言論，引爆日本社會強烈不滿。日本資深媒體人矢板明夫喺 Facebook 撰文指出，涉劍發表斬首言論，若換作普通人，早已經被警方帶走啦。不過涉劍有外交豁免權，日本能做嘅只有驅逐出境。不過驅逐與否都有一定風險，高市政權必須作出全盤權衡考慮。矢板明夫分析，日本政府擔心嘅係，一旦驅逐涉劍，中共國內輿論極可能將佢捧成抗日英雄。以中共目前民族主義高漲嘅氛圍嚟睇，如果佢回國會被推上神壇，繼續煽動仇恨，唔係唔可能嘅情節。而呢個係日本最唔想睇到嘅局面。另外，中共政府亦可能採取對等報復，驅逐日本外交官，政治操作反日情緒，咁就會令喺中國生活同工作嘅日本人、留學生承受更大風險。不過，如果唔驅逐，日本國內民意已經沸騰啦。矢板明夫指出，
尤其係以保守派為基礎嘅高市政權，更加唔願意承擔被批評對中共軟弱嘅壓力。呢個令政府喺兩難之間難以輕易作出決定。矢板明夫提到，仲有一個辦法係要薛劍留喺日本，將燙手嘅山芋交俾中共。佢指出，一個被日本社會討厭、冇人願意見嘅外交官，仲能夠做啲咩外交事務工作呢？各界嘅活動應該就唔會再邀請佢啦。佢無法發揮影響力，反而會被軟封印，成為自己戰狼姿態嘅囚徒。某種程度上，呢個甚至比驅逐更加有效咁削弱佢。觀眾朋友，你認唔認同矢板明夫嘅睇法呢？如果你同意嘅，請留言1；如果你唔認同嘅，請留言2。歡迎你分享你哋嘅睇法。據守護新聞16號報導，廣西一間公立醫院嘅兒科醫生人工大跌，好多人而家每月只係得3-4千蚊，放工仲要去送外賣補貼家用。呢篇報導出咗冇幾耐就被刪除咗。報導提到，醫院兒科主治醫生江雲2024年每月人工大約7000蚊，但去年2025年只得返3-4千蚊。仲低過佢10年前做培訓時嘅收入。到今年6月，部門已經有超過一半醫生去送外賣跑單，其中有50幾歲，仲係主任醫生。人工大跌，最主要嘅原因係病人少咗。江雲話：佢哋兒科2025年5月嘅接診量比去年同期少咗約20%，當地出生率10年內跌咗30%。本身兒科病源已經緊張，再加上醫保報銷減少，醫院收一個小朋友賺嘅比以前更少，醫院經營同樣有好大壓力。醫院負債嚴重，院長驚俾人追數，要匿喺冇掛門牌嘅房間辦公。醫院設備多年冇更新，例如輸液泵、心電監護儀、新生嬰兒暖箱等，都過咗使用年限嘅2-3年啦。但藥械科只能講一句，仲用得喎，因為冇錢換。2025年初，醫院開始使用新嘅醫保付費方式，好多常見病報銷限額被調低。如果治療費用超過限額，虧損要醫院自己填氹。於是兒科更唔敢用太多藥，要慳住嚟用。為咗減少虧損，醫生只能夠改變診症方式，常用嘅抗生素冇貨之後，只能改用效果較差嘅代替品。為咗維持收入，只好減少藥物用量，增加一啲利潤更高嘅中醫理療項目。兒科醫生江雲而家要打2份工，上午查房，下午就送外賣，晚上就返醫院值夜班，一直忙到第2日中午。咁樣嘅夜班，佢每4日就要返一次。喺評論區有網友一陣見血指出，兒科醫生減薪，工人追討欠款，清潔工人被領導不當人，買嘅屋斷供，維權被禁言。以上大陸人民遭遇，邊件跟高市早苗有關呢？日本進入2025年下半年之後，秋田縣嘅蟲害問題全面失控，當地事故不斷發生，村民唔敢出門，農地大量被毀。好多居民直言，今年嘅恐懼程度比新冠疫情最嚴重嘅時候仲要高。據日本農業新聞報導，秋田縣今年嘅野熊襲擊事件已經突破咗50宗，係全日本最嚴重嘅地區之一。連日嚟，多個村莊嘅街頭幾乎都睇唔到人，原本可以收割嘅農田亦被遺棄，取而代之嘅係幾十名狩獵隊員喺路上巡邏，攞住槍同捕熊工具，整日戒備。一名年長嘅狩獵隊長坦言，今年嘅情況前所未有，我哋呢幾日幾乎冇休息，一直喺度追蹤同驅趕熊，攰到都頂唔住啦。佢同時指出，今年捉到嘅黑熊普遍冇冬眠前應有嘅脂肪，擔心呢啲熊今年可能唔會冬眠，呢個意味住威脅會持續到整個冬天。喺呢一種巨大嘅壓力下，當地居民幾乎唔敢踏出家門，即使要外出，亦要帶1米長嘅木棍或驅熊噴霧，
以防止突然遭遇野熊。一名當地嘅老農夫話，佢已經幾個星期唔敢上山做嘢啦，只能夠眼白白睇住啲青椒白菜喺田裏邊爛晒，連流感疫苗都唔敢去打。佢無奈表示，而家比新冠疫情仲弊，日頭外面都冇人，整條村都變晒樣。黑熊出沒最嚴重嘅係秋田縣嘅河邊地區，當地甚至傳出有黑熊喺幼稚園附近徘徊，仲有居民受傷，整個社區一時間安靜得令人發慌。一位原本嚮往鄉村生活，從東京搬到秋田嘅53歲男子亦表示，而家連佢都嚇到唔敢出去果園啦。好多年紀大嘅農戶已經考慮放棄耕作，佢而家只能夠頂硬上，加入捕熊同驅趕嘅隊伍。即時新聞嘅內容就到呢度，跟住係美東時間中午12點嘅兩岸三地，請繼續收睇，唔記得點讚同訂閱，多謝大家嘅支持，再見。